来了，孙总。Hello, Mr. Bovy. This is Mr. 孙总对 Bovy 先生。没想到孙先生是一个特别不守时的人。会说中文？我不守时，包先生，你要是有别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We had an appointment at 3 o'clock, and right now it's 4 o'clock. You also changed the place. With this kind of attitude, how can you ask us to make a cooperation? 不是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您不太靠谱，不太想跟您合作。我不靠谱，鲍比先生，是你们提出来要换代理的，也不是我们非要求着你啊。哎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咱俩在互联网上，你跟我说的可都是中国话呀，怎么到这儿来就转起了美国腔了？我不靠谱，我看不靠谱的是你们。不靠谱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告诉他爱谁谁，找别人合作去。Oh, he said you can find someone you love to cooperate with. 我爱谁跟你没关系。就他这个样的，我还不伺候呢。哎，孙总，我是来做业务翻译的，不是来翻译你们俩吵架的。算了，你别给他当翻译了，到我公司干去。啊，到您公司干，那给配车吗？配车？对呀，还得比我现在开的好点儿。你现在开什么车？凯迪拉克。不是。Have a good day。罗总，一会儿如果波维先生先出来，你就过去；如果是孙总先出来，我就过去。快，招呼波维！快！孙总。真巧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可别提了，那帮老外根本就不行，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我决定了，不跟他们谈了，还是咱们合作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呢？签，现在就签，马上就签。王伟，罗先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约了人。哎，我听说你提前一天到的，没想在这儿碰见你，真是巧。是啊。晚上有约会吗？还没有。哦，那我推掉约会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，顺便谈一下合作的新协议。行吧。好吧，行。好。怎么样啊？什么情况？还不知道呢。不过我看他俩是快掰了，最后结果怎么样，还得看明天的谈判。行啊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也不归我们管了。撤吧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走吧，撤。你好，包伟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们的代理律师朱律师。怎么还有律师在场？鲍威先生，我是想，如果要重新起草协议的话，有律师在场会方便一些。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。鲍威先生，他怎么会这么生气啊？这很简单，一方面他们认为你们有律师在场，而他们没有，这不公平；另一方面嘛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和你们有新的合作协议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能轻易妥协。既然说好了重新谈判、续签协议，那他现在单方面的取消了这次会谈，朱律师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可以起草一份声明，由于麦秀单方面无理取消了本次会谈，那么为双方合作带来的一切后果，由麦秀承担。不行，这样只会更僵。这样，我下去看看，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快走，应该是在楼下观望。好，去吧。博伟，你别误会，我下来只是想问一下，一些产品的货期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付款方式不能解决的话，不可能发货。
付款的问题很好解决呀，我们大家坐下来聊一下不就可以了吗？但是我不希望有律师在场。如果只是谈论付款和交货的问题，那律师确实是没有必要在场。不如我们上去聊吧。如果你真的介意，我可以请律师离席。好吧。朱女士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可能不需要您在场了。如果是谈其他的问题的话，可以；但如果谈新的协议的话，我要回去城市一下总部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们对原来的合同非常满意，也没想过签署新的协议。这是你方提出来的。Boy， 我们今天不谈别的，在合同到期之前，我们还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，你看怎么样？行。那好，我们聊聊付款的问题吧。王源，你这仗打得漂亮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他们这趟来的目的就是想取消我们的代理权，连相关的函件都带来了。不过你这么一搞，孙总他们临时退出，他们到底就没敢提这个话题呀。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看来他们啊，还是没法舍弃中国市场。可以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他们这次算是铩羽而归呀。罗总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提。没关系，你讲。虽然这次我们暂时的把他们拖延住了，可是关于以后我们双方发展关系的雷区，却始终都没有设计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，发现这几年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全球资源紧缺，我们代理的产品也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。曼秀的几款产品在国内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，这是外部因素。你接着说。另外，从2010年开始，原材料的价格翻了2番，而我公司始终都没有答应曼秀涨价的要求，造成他们销往中国的产品利润不高，这是内部因素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。那你建议怎么做？从旧的协议上来看，我们更像是曼秀的经销商，我们从他那里拿货，至于卖给谁、卖多少钱，他们无权干涉。是的。他们现在明显不同意这种合作方式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，作为他们的代理，让客户直接跟他们签合同，我们从中抽取佣金？这也是国际贸易里边比较常见的一种合作方式。不过这样做的话，那不等于完全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吗？可是从长远来看，如果曼秀坚持取消我们的代理权，重新开发国内客户的话，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因为没有任何公司会将自己50%的销售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外。其实从客观角度上来看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这个决定比较重要，我考虑考虑吧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拜拜。他们笑什么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已经好几天没跟王源说话了。来，王源，我发现你今天一天都没理胖子啊。对呀，我那天晚上跟他发脾气了，我回去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自己说的话确实太重了。岂止是发脾气，人胖子说你把他臭骂一顿，差点把人骂哭了。他又跟你们说了。哎，这回不能怪胖子啊，这事儿是我们俩惹的，他不找我们俩找谁啊？对啊，他吓坏了，就怕你不再理他了。他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他今天也帮了不少忙，我开车去就是胖子的主意。你开车去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大姐，你在5星级酒店，我打一车去多给你丢人啊！再说了，还有那孙总，怎么对付孙总也是他的主意。
去跟人说说话去。去啊！去啊！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把人叫过来了？哎，我去。哎呀！工作的事儿顺利吧？还行，过得去。那就好。那天晚上我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对你发脾气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儿，有时候发泄出来，心情就好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和好啦！我要跟他道过歉了。你光道歉有什么用啊？你跟他继续。哎，明天我们去看场电影吧。哎，就那个，就新上映的，我跟你说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不一定有时间。怎么没时间？下班咱去看夜场，票我都让文静找人给买好了。对我买好了，好容易托人买了2张票，就是3张，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你不去会后悔的，特别好看。尽量去吧。别尽量去啊，到时候地址、时间都给你发过去啊。文静，你催人问问那票。好的。我们除了掌握专业知识跟销售技巧外，还需要具备综合能力。所谓综合能力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流技巧。人与人之间沟通是很重要的。我知道有一些同事呢，不好意思与人交流，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自信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自信，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，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留住客户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回去都好好准备一下，好吗？好。胖子。啊。小北跟文静呢？他们没来，小北给我2张票，让我在这儿等你。我就知道，他们2个怎么可能喊我看电影啊？那电影还看吗？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看啊？走啊！ We were together in the DR. You wanted to go for a night swim. Cut yourself on the reef. I followed you. I even got the scar to match. Look, I don't know why you're here, but I really think you're over your head. I'm here for you. That girl you remember. 看到哪儿了？还没完呢，还有一会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太累了。要咱们走吧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不是看完了吗？啊。 Still the same. 哎，你胳膊怎么了？刚才看你睡着了，我就没敢动。傻呀！ That girl you remember. 哎，这儿弄得不错呀，都是你设计的吧？ 坐。我昨天啊，连夜起了一份结婚协议书。还有协议书呢？嗯，够正式的呀。
我念给你听听。来听听。结婚协议书，第1条，双方秉着团结互助、友好的态度共同生活。有责任、有义务敷衍双方父母亲友和同事。不是，等，不是你敷衍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太那个？你捣什么乱呀？反正也只有咱俩能看。行，接着念。第2，婚后女方居住在男方家里，对，可以使用房子里的一切设备，包括客厅、厨房、阳台、冰箱、洗衣机等。作为补偿，女方将添置一些家电、日用品等，行吗？没问题啊。你笑什么？严肃一点，多大的事儿啊，这是。第3条，在生活中采取互相不干涉的原则，分房居住，但是要以尊重、理解为前提。在必要的时候应该相互帮助，如男方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有义务陪同女方参加产检、生产等活动。不是我。第4，没问题。对于双方生活产生的费用一起承担，女方怀孕等费用不包括在内，这个我可以自己负责。鼓励双方在对方生日、节假日、结婚纪念日等重要的日子互送礼物，营造生活气氛。第48条。第48条。哎，你听不听啊？最关键的一条来了。你说。如果有正当理由想要结束婚姻，可以提出来共同协商，但是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，给对方充分的准备。那我想请问，什么理由才算是正当理由？那比如说你遇到你的真爱啦，或者我突然反悔啦什么的。你突然反悔还算正当理由呢？当然算了，怎么啦？不可以啊？还可以，接着念。离婚的时候，女方绝不跟男方索要财产和房产啊，是吗？男方不可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和监护权。当然，如果你到时候哭着喊着非要把房子送给我，我也可以勉强接受。怎么样？对于以上的条款有什么意见和补充吗？可以有吗？不可以。那签吧。一式2份儿。哎，你一份我一份。这放你那儿吧，反正将来结婚了也得搬一块儿住去。行，到时候别忘跟我要啊。忘不了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最近还开你那摄影工作室呢？早不干了，我现在男装杂志区域总监啊。哟喂，真的混迹于时尚界了，我贼喜欢那本杂志。真的假的？男装能打折吗？关系好的应该行啊。女装呢？应该能拿到会员价。六爷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逗你呢，以后这种玩笑少开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不记得我了？你是？我这儿房东。哦，记得。哎，我记得我好像提前交了1年的房费啊。没有，今天想提前来告诉你一下，我准备把这里卖掉。把这房子卖了？对。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月底吧。来啦！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，房东突然说要卖，让我这个月底就搬出去。那这也没几天了，那你怎么打算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？那要不什么？要不你先回家陪叔叔阿姨住几天吧，你都很久没回家了，对吧？算了，那我还是抓紧时间再找找房子吧。谁呀？之前给我投资话剧那刘总。接吧。
喂，哎，刘总您好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他就说刚下飞机，让我过去坐会儿。走了。哎，刘总。哎，小美，来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啊。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咱们那个剧啊，网上火死了。哎，火有什么用啊？对不起啊，给您赔钱了。哎，这不对。昨天我们在大学的小剧场试了试，很好啊。接下来就专门走学校路线，而且网上对这个戏反应比较大。我觉得还是在年轻人多的地方去演。是啊，网上骂的人也挺多的。哎，有夸有骂那是好事儿，有些剧啊，那还花钱请人去骂他呢。今天我找你来呀，想跟你谈谈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剧本。你慢点，慢点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您还找我写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合同都签了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但是呢，这次啊，我不想拍电视剧，我想弄个电影。电影？对，还是那个民国爱情题材的。上次那个大纲我看过了，非常好。但是呢，里边的民国的感觉不太够。你在回去写的时候，你注意加强一下。第2期的稿费，回头我就打给你。啊，不着急。那我回去以后马上准备开始写。好，来，喝茶，喝茶。又怎么了？我前段时间不接了个剧本吗？大纲是过了，但是投资方不太满意。哪儿不满意啊？就说没有年代感。这大纲都不满意，剧本就更别写了，写出来也过不了。你看你都不了解你就敢接，胆儿也够大的。什么题材啊？民国时期的爱情。哦。你说导演怎么想的？干嘛非得拍民国时候的爱情啊？是因为他们待在娱乐圈里时间长了，根本不相信现在的爱情。不，这年头你说有真爱吗？除了咱们2个，这真爱都得往回找，要不然现在这穿越戏、宫廷戏为什么这么火？对吧？可我真想象不出来民国时期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找对人了。怎么了？你会写啊？写我不会。但是我可以给你讲讲我姥跟我姥爷的故事。一个是大家闺秀，一个是放牛娃，最后冲出世俗观念的枷锁，为了共同革命的理想，在一起了。这是你姥姥和姥爷的故事吗？是啊，感人吧？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不会吧？我姥姥姥爷的故事流传这么广啊？骗我！我在故事会上看到的。我就知道，一听就特俗套。哎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想陪你聊聊天儿，我抛砖引玉，你看你能不能从我身上得到点灵感？故事不怎么样，但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启发。真的？说说呗。这是保密。说说，你表扬我，说说。你看。小北，我想你了，咱俩重新开始吧。谁呀？樊斌。他还给你发微信啊？偶尔发一条，估计又喝大了。放心，我从来都不回。他估计是跟你妹妹离婚受刺激了，过一段就好了。
我先忙了。小心眼儿。请慢用。来，大家瞧瞧，看一看啊！本店新推出的外送，今天免费品尝。哎，给您。你看我们这个食材，保证绿色新鲜，无公害啊！用的是放心油。我们宣传册上有地址、电话，欢迎订餐，也可以到我们店里现场参观指导。哎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宣传册。您看。啊？你真打算跟刘岩结婚啊？对啊，你们俩和好了？没和好。我也想结婚，他也想结婚，凑合过呗，应付父母嘛。不会吧？你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协议都签了。这也太快了吧？这不算快了，准备办个婚礼就差不多了。那你们结婚后怎么住啊？分房睡啊，等孩子生下来有身份了，差不多就可以离了吧。哎，结婚毕竟是大事儿，好吗？我冰箱里那酸奶的存放时间都比你考虑结婚的时间长。要不然怎么办？找孩子他爸去。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，韩文静同志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闪婚。我看你是头脑发昏。再过几个月，父母就能看出来我怀孕了，到时候老爷子会杀了我的，是吧？我还是走吧。你干嘛去？这话题我没法往下接啊。哎，弟弟，我走了，这我拿走点啊。你多拿点，只要有人订，再远的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，胖子？有电话吗？就这2份啊？没有，不应该啊！谭叔是不是不舍得吃啊？我哪知道人家怎么想的？那我都摆好了，今天还送吗？太少了呀！送，除了送这2份以外，其他全送出去，免费送，一直送到他们吃为止。给我。行。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怎么弄的啊？别提了，这送饭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这饭也没送出去。送什么饭？别骨折了，咱去医院，走。你听我说啊，那冰箱里还有2份饭呢，你赶紧热一下给人送去，别耽误人吃饭。好不容易有人订饭啊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行吗，自己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事儿你别跟王源、小北他们说，他们挺忙的，也别让他们找麻烦啊。那2份饭别忘了啊。有事打电话啊。这些文件需要罗总批示，你把它送过去吧。谢谢。喂？啊，王毅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行不行？我知道了，8点10分是吧？好，我早上去接你。哎，你路上小心点啊！别落东西了。好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不是添乱吗？哎，
小北，你明天早上有时间吗？我弟弟来了，你能去车站帮我接他一下吗？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是啊，他都上了火车了才告诉我。不是我主要是因为我明天早上有个特别重要的会，所以我没法去。我明天不行，我明天约了看房。哎，要不然你找胖子去吧。文静，哎，你明天早上有时间吗？你能去车站帮我接一下我弟弟吗？你有好意思吗，王兰？你让一个孕妇哐哧哐哧跑火车站给你接人，太残忍了。不是，可是他不认路啊。我起不了那么早。胖子呢？胖子不是闲着呢吗？你让胖子帮你接。不够意思。哎呦！哎呀！王源，胖子，你明天早上有空吗？有。我想麻烦你件事儿，小北跟文静他们两个都没时间。你说。是这样，我弟弟明天早上来，我想让你到车站帮我接他一下。没问题，几点钟啊？8点10分。哦，好。谢谢你啊，胖子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好吗？拜拜。你认识这个王毅哦？他是你啥子人？他是我朋友的弟弟啊。那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叫王源了？对啊。哦，你又是他啥子人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是王毅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是王毅。哎呦，可算等到了，接的就是你啊！走吧。喂，接到王毅了，一会儿就到酒吧。好嘞。酒吧？这才几点了就开始喝酒了是吧？想得美，你小子！哎，干嘛呢？这开车呢，这样可危险，我跟你说。再说这样罚款。还要罚款是吧？哦，慢点开啊，师傅啊。王毅。姐，王毅，你做啥子？家里出啥子事情哦？你是不是又把人给打坏了？没有。那你做啥子啊？你急死我了，快点讲嘛！啊？家都没得事。家里没得事，你咋个突然跑来了？啊？招呼都不打一声。妈不在了，你又不在家。我又跟女朋友分手，我一个人在家头待着无聊，我就想到大城市来闯呀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家头没得事，你跑来做啥子啊？你以为大城市有那么好待吗？你都活得下来，凭啥子我不行呢？再咋个嘛，我要告一下嘛。我中午就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哈。既然家里没得事，我就回去上班了。胖子，你帮我照顾他一下啊，我下班以后过来。你这胳膊怎么了？昨天从楼梯上摔下来，他不让我告诉别人，怕你担心。没事，都快好了。你这个样子还去火车站接人啊？没事，医生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也好，我就当减肥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这有我呢。如果我时间真来不及了，我下午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要开啊。这样，一会儿你把地址告诉他。
没事，我送他，你放心吧。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们俩给我看紧点他容易惹事儿啊。你听话。拜拜。走了。哎，胖子，哎，胖子，我姐是干啥子的？恁个忙？你姐啊是干副总的，很忙了。副总？哎呦，那就是二把手哦，混得还可以嘛。哎，那你说我可以干点啥子？你以前干过什么呀？我啥子都没干过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妈这也不让我干，那也不让我干，还整天骂我，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。但是啊，我这次来大城市，我就想自己闯呀，自己搞呀，看能不能闯出个啥子名堂。那你念过几年书啊？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。哎，我从小都不如我姐成绩好。这让你一下子到写字楼工作也不太现实啊。能吃苦吗？吃苦啊！我从小到大就没咋吃过苦哎。不过小时候还帮家头干过一些农活哦。我会修车，反正只要不太苦，我都可以。又不能吃苦，又想赚钱，哪有你这样事儿啊？那行，吃点苦就吃点苦哦。反正呢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自己养活自己。明天我就去找工作，好不好？哎，谁叫郑远东啊？我是这老板，你们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对，就郑远东，让他出来。对啊，他出来，谁是郑远东？我就是郑远东，什么事儿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跑哪遛弯去了？我们订的饭你也不给送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手受伤了，接电话不方便，可能是漏接了。你们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们都等着你的胖哥快送呢，怎么突然就没动静了呀？可不呀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想点餐啊？是啊，可不是嘛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家这盒饭在网上都传疯了，都说你家的盒饭又好看又好吃。这不，我们大家都饿着肚等一中午了，你还没去给送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免费送餐的活动结束了。不用免费啊，我们就是来买的。对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午餐就在你们这儿订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来，进来，坐。来，今儿别坐啊，今儿我请。来，快坐，谢谢。坐，里边请。哎呀，照这样下去，白天生意要是火起来啊，晚上酒水那是净赚呀。哎呀，真是有成就感呐！我这胳膊不是白摔了。哦哟，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哈！你们卖个盒饭都能挣那么多钱呢？对呀。哎，王毅，跟我干吧。跟你干啥子？后厨啊。你让我干后厨？算了吧，我干2年还不跟你一样成个胖娃儿，真的是后厨。你们先聊着，你们忙，我出去逛一下。我干后厨。高等植物就有15000种。啊，爹，回来了。全国植物种类的公告。爹，我来你这儿就只有一个房间，我睡这儿啊。其他各大类的综合属占全国的9%。哦哟，我好不容易来趟大城市，你就喊我睡沙发？你要咋子嘛？你现在都是副总哦，至少嘛要给我整个酒店噻。闭嘴，王姨，我要正儿八经的给你谈一下了。你这次来到底做啥子？有啥子打算吗？没得，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我跟你说，这儿不比老家，凡事要谨慎点儿。你要是给我惹啥子麻烦，我不得管你。我妈都没得了，我就知道你有，你不管我哪个管我呢？实践摸索出了一些经验，形成了一定规模，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王姨，你都20好几的人了，就争点气嘛。姐，我就是想争气，所以说我才到城市头来找工作。姐，我说真的，我懂事了。你争气，你懂事，
你不给我惹麻烦，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那个家里尽过一点责任吗？妈生病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又提这个事情啊！当时我女朋友在打娃儿，她不要我走，非要我陪到她，我也不晓得妈病得那么重。妈连死都没看到你一眼。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你都说你没得空。那你在做啥子？你在耍朋友？能怪我吗？我也不想事情这个样子噻。你还在狡辩，到现在都不知错。我有啥子错嘛？我也不晓得妈病得那么重。你好自为之嘛。啥子好自为之？我到底睡哪儿？沙发？你爱睡哪儿睡哪儿。好，你就是嫌我麻烦，我自己找地方睡。胖子，你那边方便吗？王毅在这儿不愿意睡沙发，我想让他去你那儿对付一下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。谢谢啊。我没事儿。再见。请进。中午一起吃饭吧？不了，我弟弟刚从老家来，我想跟他聊聊。弟弟来了，他正好一起啊，就当帮他接风洗尘了。不用了，我弟弟不太懂事儿。这有什么懂事不懂事的？孩子嘛。还是算了吧。你说过请我吃饭的，说话要算话呀。我当然算话了，说到做到。那不就多张筷子的事儿吗？好吧，好吧。走。哦哟，那么多菜，怎么来这么晚？我又要做轻轨，我又要坐轻轨，又要转公交车，这个地方又难找，不晓得哪个地点，找都找求不到。幸好我找到。没事没事，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那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事何春光，这是我弟弟王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姐，你男朋友？说啥子啊？他是我同事。我弟弟来是找工作的。哦，对，春光哥，你看你这身行头，我就晓得你是个成功人士。那你帮我指点下迷津呢？我刚来，你觉得我在适合在那个城市头干些啥子工作呢？最好是能挣大钱的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先不要找工作，你先来适应一下这里的环境，毕竟这边和你老家那边也不太一样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春光哥说话好有道理。姐，我下午就去买个自行车，我就在城头到处转一下。吃，好。我会帮你适当的留意一下，如果要有合适的工作，我会告诉你姐的。谢谢春光哥。春光哥是啷个的？我那个人呢，没读过啥子书，但是脑壳啊还算是机灵，以后有啥子好事，你要多关照关照哈。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对了，
这是我的名片。你以后有事儿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嚯，真厉害，厉害！啊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啊，吃饭。这。没有勺子快啊！你好，南佑。喂，你好。好，两份，我知道。好，一会儿见。胖子，哎，外卖，金汇大厦602。这有点远呐，这。是啊，王源公司附近，要不我去吧？你别这个，没准我还能碰上王源呢，我啊，我去。你好，胖哥快餐。哎，好，我记一下。好的，哎，您说。买单。你好，单已经结过了。谢谢，客气。你什么时候把单给买了？你弟弟第一次来，也算客人，我尽你地主之谊，这是应该的吧？谢谢啊。哎，崇光哥，这里应该挺贵的吧？再咋个吃顿饭要花100多块钱吧？没事，那个，主要是我喜欢来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下次我带你一起来，可以叫上你姐一起。好，一起。别吃了，我们该上班了。走了。我马上最后一口就走了。走。你能在前面等我一下？可以。王姨，我昨天该给你发起，反正你来了，就在这儿安心的住上一段时间，最好呢是能找份工作。啊，我晓得。哎姐，这个春光哥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你少一口一个春光哥跟人套近乎。我看他小眼子，我就看得出来他喜欢你。人家请你吃饭，咋我连句谢谢都不讲嘞？我谢啥子嘛？他又不是请我吃饭，他是打着我的名义请你吃饭。姐，你光说老实话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男朋友？他是我同事。那我猜一下，你该不是跟胖子两个在耍朋友？你少管我的闲事。姐，你不会那么没眼光哦。你现在是副总，胖子就是个卖盒饭的，他哪儿配得上你嘛？你看人春光哥，西装笔挺的，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在上班了啊，你自己回去小心点，不要乱跑啊。晓得。欢迎点餐。你好，哎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欢迎。胖子，很巧啊！我叫了你半天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送盒饭。订出去了，订了多少？还行吧。胖哥快送！我在楼道里看见你们的宣传单了。啊，这是我朋友郑远东，这是何春光。你好。我手不太方便。对，伤了。中午没吃饭呢嘛，要来份盒饭。吃了，我们刚吃过。一起啊？啊。中午随便吃了一点，听王源说你们公司的盒饭不错，下次我一定试一试。欢迎啊，给您一份。那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啊，行，你们忙啊。拜拜。回来了，见到你的女神了吗？见着了，还见到一男神。谁是男神？你姓何的。何春光。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，王源他们总聊他，
人事部经理何春光对吧？王源那天第一天报道，就因为误会，啪给他一个嘴巴。怎么误会的呀？王源误会何春光要非礼他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你看看妒忌心可太可怕了。王源晚上来，你跟他说呀。我凭什么跟王源说呀？我宰相肚子里能乘船，我。哎呦，您这宰相肚子里乘船太可惜了，你应该乘个辽宁大航母啊。你少挤兑我啊！你跟小北现在比我强啊。我们俩就是内心闹点别扭，嘴上都不说，还行。哎呦喂，赶紧聊聊吧，咱们俩同命相连，互勉吧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跟小北那事儿其实特别好解决，你就把他搬过来跟你住一块儿啊，又增进了解，加深感情，挺好啊。你以为我不想让小北跟我一起住啊？樊斌住我那儿呢。不，樊斌怎么住你那儿啊？哎呀，千万别告诉周小北，他不知道呢。我凭什么不告诉他？我求求你了啊！樊斌现在特别可怜，没工作，不赚钱，成天除了喝酒什么都不干。他活该。是啊，当然我有点内疚啊。你内疚？你有什么可内疚的？你看啊，周小北是樊斌第一任老婆，现在和我在一起了。李蕊是樊斌第二任老婆，是我妹妹，现在把她给甩了。你说跟我总觉得好像跟我有点关系呢。你还说我呢啊？小心眼儿了吧？你是担心小北同情心发作吧？啊？说实话，我有点。那天小北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那么说，我也不知道他想不想跟我一起住啊。那你也不能让樊斌老住你那儿啊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回去给他撵出去啊？兄弟一场，住吧，住几天，有了房子再搬走呗。行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人哦？对啊，你是来应聘送货员的吗？啊，对，送货员。啊，你这个得到总部去面试。你带简历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工作经验吗？没有。那你对这一片路你熟不熟悉？不熟。我刚来，不过我马上就熟了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还需要有担保人啊，还得要担保人。对，担保人。那么麻烦。对。那行，那谢谢你了哈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兄弟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能不能借您电话用一下？这附近没有电话亭，那个打完立马就还给您，行吗？谢谢您帮个忙。大长途是吧？不是，实话，2毛钱1分钟，打完了电话费我补给你，好不好？那你快点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为什么没信号啊？那可能没信号了。你看，你帮我看看。我看。喂，过来，只给我站到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你？我今天出去跑了一天，工作不但没找到，手机还遭人家抢了。哎呀，这你别着急啊，找工作也不是1天2天的。胖子，你干嘛呢？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快！哎，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我先去忙会儿，
一会儿帮你补个手机，你别着急啊，先坐会儿。峰哥，这个事情你不能跟我姐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你姐讲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连个快递的工作都干不上。我姐说的对，我就是啥子事都干不了，一事无成。找工作也不能着急。对了，你这什么公司啊？在哪儿啊？就是离我们酒吧不远的那个1号店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行，那我去了。你知道回去路怎么走吧？知道。这什么时候送来的？今天早上刚刚送到的。你看这个，这还可以。喂，您好。喂，是陈光光吗？我是王毅。王源的弟弟吧？啊，对。你好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陈光光，我看你的名片上面写的是啥子？你是干人啥子资源的呀？人力资源。对，人力资源。哎，人力资源是不是就是给人找工作的哟？算是吧。那你一定认识很多公司喽？还行，还可以。那太好了，春光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怎么了？我今天去应聘工作，人家没有看上我。你想，你认识那么多公司，我想你可不可以给人家公司说一声，让我去试一下？你找的什么工作啊？快递1号店。快递这块我真的不熟啊。春光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你不帮我的话，你想我刚刚初来乍到，我刚来的时候我手机还遭人家骗了。你要是帮我的话，我就真的不晓得该。好，那个你听我说，你别着急。你的工作我一定会帮你留意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我这儿有事我就挂了啊。哎，喂，春光哥，挂了。哎呀，你到底是答应没答应嘛？其他问题都好解决，不过这个送货员平时不但需要接触大量的货物，还需要代收货款，所以必须要有担保人。我给他做担保人。这是我证件。有什么事您找我，我做担保。行，那你明天通知他来面试一下吧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通知他。啊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我证件。哎，好嘞，谢谢经理啊。好，没事，再见。好。哎，王毅，快醒醒啊！我跟你说，刚才我顺路经过你那1号店，你猜怎么着？人正缺人手呢，让你去面试。真的啊？真的，我还能骗你啊？赶紧去吧，这一看就是春光哥帮我做的工作啊！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试用期间好好表现吧。好的，我一定会。谢谢。那没啥事我就先走了。慢走。好，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嚯，那么好的环境，
我也是白领儿。来这儿找灵感来了啊！是啊，家里房子要卖了，不想在家待着。我待会儿约了王源跟韩文静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嗯。王毅呢？回去睡觉了。跟我出来一下。胖子啊，你今天中午是故意的吧？是什么东西故意的呀？我叫你那么多声都没听见呀，你耳朵不是挺好的吗？你是故意躲着我吧？我那不是着急送盒饭吗？我，你少来吧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你要是觉得在你们公司那儿见着我不方便，以后那边我可以让李李送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给我杯酒。谢谢老板。客气。哎，房子找的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没找到合适的。不是没有合适的，是压根儿就没有。要么太小，要么太远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太贵。我之前让你租那便宜的，你还不信啊？哼，你不是还有点积蓄吗？买房啊！买房？当然了，你只用交个首付，剩下的给银行贷款啊，每个月交点月供，这跟租房子其实一样，但是你最后能落到一套房子。可是现在房价太贵了，我说不定连首付都交不起。哎，你这次你这个稿费不是挺高的吗？但只给了2笔，剩下的得定稿之后才给。我知道一个楼盘，应该还有点尾房吧，价格不高，就是地方偏了点儿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看看呀。在哪儿啊？过了那边那桥就到了。那我明天去看看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买房？买房？买房好啊，必须买，我也要买。刘岩不是有房子吗？他是有房啊，但是我们离婚以后住哪儿啊？儿子我不能一直住我父母家吧？你还没结婚呢，你就想着离婚啊？就要结了，明天见父母。准备好了吗？你没事吧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差不多得了。哎呀，我真羡慕你们2个哟，一个要结婚，一个要买房，一个假结婚，一个买不起，有什么可羡慕的呀？这2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哎，这回啊，终于可以见亲家了。哎，文静，看我穿这身怎么样？不丢人吧？跟你爸正好配一对儿。哎呀妈，你可别再换了，你都换多少套了？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？注重仪表是对人家的尊重。你今天穿啥呀？就这身啊？对啊。换点新鲜的。哎呀，我这身挺好，名牌儿。哎，闺女，你最近老是犯困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没病。哎呀，你快点吧。快点啊！哎，我说老头子，这孩子咱面都没有见过。什么孩子啊？我跟你爸说，你那男朋友我们见都没有见过，就先见他父母，这合适吗？合适，包你满意啊！快点儿，爸，你别看报纸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说你别看报纸了，快点，那多威！快走！来了，快点！我说儿子，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说说，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什么样的性格呀？首先呢，这对方啊，她是个女的啊，她叫韩文静，
大学那会儿呢，我们俩差点就在一起了。后来是因为我不靠谱，性格嘛温柔、善良、体贴、善解人意、贤良淑德，挺活泼的，挺可爱的。那长得怎么样？长得不好我能要吗，妈？真是的，天天嚷嚷抱孙子，好不容易给你找回一个，还问这么多。要不是你老拿身体吓唬我，我才不找的。别忙活了，快坐下啊！喝茶啊，叔叔好喝茶。好。我们家刘岩呐，以前在国外是学传媒专业的，在报社干了几年，也算是个知名记者了。这不，整个人都有些洋化，还学会了很多外国人的毛病。这要是有什么礼数不周的地方，还要请你们多多谅解呀！哎呀，你就别客气了。我们家文静啊是学法语的，本来啊也想出国留学，但是我和他爸觉得呀，把一个小姑娘家扔到国外那种复杂的环境，我们不放心呢。好在啊，这孩子特别有天分，成立了一家公司，现在经营的有声有色，干得相当的不错。刘岩这孩子啊，就是自理能力特别强，还特会照顾人呐。哦，跟我们家文静一样。我们家文静啊，也特别的懂事儿，她的性格啊，跟她的名字一样，特别的文静。要是如果找不到放心的人家呀，我们真不敢把她嫁过去，怕她受委屈啊。哎呀，你可别说啊，这一点跟我们刘岩倒是蛮像的。我们刘岩人很正派，从小到大在这个感情的问题上一直都非常的谨慎。跟了我们刘岩啊，是绝对不会受委屈的。哎呀，我阿姨，叔叔、爸妈，今天把两家老人叫到一起呢，一块吃个饭，认识一下，主要是想让大家商量一下，尽快把我们这个婚期定下来。订婚？那么急吗？关键是我们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们不想再等了。他其实主要是他到岁数了。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？下个礼拜。下礼拜。这么快？哎，这可算把他俩给忽悠过来了。这边能同意就不错了。也是，让他们知道你以前的德行，打死你。所以我拯救了你，知道吗？谢谢啊，最艰难的一仗已经过去了，剩下的就容易多了。拉倒吧，还有请客吃饭、订酒店、拍结婚照，想想头都大了。你干嘛让我今天过来呀？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有惊喜？过来。现在看看。哎，重新装修过了？没怎么大动，就是换了点软装。有品位，难怪你会爱上我。切，看看这个房间。哎，婴儿床，太可爱了，你弄的？这都是我挑选的，赶工赶到早上4点，回头再弄个小时工收拾一下就齐了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我表示感动。过来，干嘛？抱抱。你要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不是这么抱的。那你不是你这样来，张开双臂，左边三下右边，记住了啊！革命同志之间的拥抱，躲开。你看看厨房去。哇，厨房有点小，不小。这边请。这一套是小户型样板间，你看一看。我喜欢这个窗户。我们这个楼盘都是落地窗的，如果这一套嫌小，我们还有2套大户型的。哎，你们这套房子卖吗？卖啊。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呢？随时都可以。啊，如果要办贷款的话，首付是多少钱？你想交几成？最少36万。
这个户型啊，是我们这最后这一间了，性价比也很高。你要是想买的话，得抓紧，不然很快就没了。小北，哎，你看看，过来，哇，怎么样 ？Beautiful， 真的。现在你终于知道什么是天生丽质了吧？衣服不错，讨厌。哎，真的很漂亮，都可以拍杂志了。那是，哎，你说这定做的真的比成衣靠谱啊？特别贵吧？反正不便宜。你说你假结婚的，你穿那么贵婚纱干嘛呀？是啊，我一假结婚都有婚纱穿，你真结婚的你干嘛呢？还不是怪你啊，都是你给糟蹋了。哎，我糟蹋的怎么了？后来不给你补好了吗？再说啊，你那算什么婚纱啊？顶多是一小礼服。哎，你要不要再挑一件过过干瘾啊？好啊，要不然就这件吧。行，你周小北，你早就挑好了。来，我给你拿。我来，快去，等着我啊。嗨，怎么样？太好看了，真的吗？衣服真的很好看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多美啊！小北，你说要是女的也能跟女的结婚多好啊！想什么呢你？真的，你看，多养眼！你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你是我大老婆，王源是我小老婆，世界都是你的。哎，服务员，这个款式给我朋友也来一件啊！哎，我不要，我就试着玩的。呸！我说要就要，少废话。去，给我量尺寸去。詹詹给客人量一下尺寸，请问2件都是一个地址吗？我把他地址告诉你一会儿啊。好的。哎，怎么办？越看越喜欢。小七，你说我应不应该回家跟我爸妈要钱啊？要的话你就点点头。要啊，那可是你说的啊。回来了，妈。哎，我爸呢？没在啊？出去溜达去了。啊。怎么有事儿啊？对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你说。我最近写了个剧本，人给钱给的还是挺多的。那好啊。是啊，所以我这不想嘛，我租房子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刚好我看中一套，我手里呢还有点积蓄，这样呢，我刚好把它买下来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的积蓄？那樊斌呢？我说的就是我们俩的积蓄啊！你听错了，我们俩的积蓄。买房子啊是好事儿，还是自己买的房子住着心里踏实。我跟你爸呀，绝对支持你啊！怎么支持啊？就口头上支持啊，不来点实际的？钱不够啊？差多少？首付还差10万。10万我手上倒是有，不过呢，这个钱都是我们出啊，樊斌他们家一点都不出啊，这不合理吧？出啊，他们出啊。出多少？他们也出10万。我刚刚是说他们出完10万以后，首付还差10万。首付这么多啊？哎呀，我不想多付点嘛，到时候我们还贷的压力也可以减轻一点。那倒也是。哎，这钱什么时候要啊？那当然越快越好了，要不然我害怕那房子被人给买走了。行，那我明天就去银行把那个定期的取出来给你啊。妈，你真不愧是我亲生的。说什么呢？哦，对，我是您亲生的。胡说。吃香蕉吗？我给您包香蕉啥？孩子。
我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吗？去银行办贷款吧。好，这边请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太不应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最近好多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啊。哎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马上替你安排，行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等你电话啊，拜拜。文静姐，哎，这周的时间表怎么安排呀？好几家催呢。哎，我也正发愁呢。是不是时间太紧了？要不我去问问他们，看能不能延期？你傻呀，越延期不是越麻烦吗？没事儿，反正过一阵我也休息了。休假？文静姐，你不做了？暂时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怀孕了。真的？那你要生下来吗 ？Of course 。那咱们工作室怎么办呀？暂时停业呗。停业？那我干嘛呀？哎，姐，要不我去上课，我把业务给接过来。你就不是做业务的料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刚喜欢上咱们工作室，我不想重新找工作了。哎呦呦呦呦，要哭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？姐，我舍不得你。我知道，你先去忙吧。刘岩，我想喝酒。不然你现在不能喝酒啊！你就喝一点儿，一点儿也不行。哎，你喝一口，没吃这个菜，你尝尝。我想吃这个。你尝一个，你尝一个。怎么样？是挺好吃的。那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好吃的地方啊？还没等带你来呢，您就把我给甩了。我还知道更多好吃的地儿，将来我带你去啊，把他们通通消灭。行。哎，我这擦擦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自己能擦。你去洗手间。好嘞。文清姐，真是你啊！你也怀孕了？我吐成这样？没有，我谈业务呢。谈业务？你谈业务也不能这么喝呀，会喝死人的。文静姐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不能够吧？真的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我干的那个公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生意了，我把我所有的生意都压在了上面，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多长时间这样了？有一段时间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想过来找我呀？我不敢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最好是别喝了。这业务呢，能谈就谈，谈不成呢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跟你谈。别喝了啊！哎，你这么久啊？没事儿，我碰见一个老朋友。哎，虾都给你包好了，把它吃了。我不想吃虾，我想喝酒。喝什么酒啊？哎，我今天特别想喝，我就喝一点儿。喝什么酒？把虾我吃了。你好 man 呐man 不好，瞎 man。乖，你得听话，多吃海鲜，孩子聪明，知道吗？你要再对我那么凶，我就不跟你结婚了。真的？你不吹牛能感冒啊？哈，像我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啊？好，来，乖。女士，请您在这里和这里签字。好，可以了。祝您购房愉快。就签完了？签完了。好，谢谢。哎。
我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哎呀，这不是厉总吗？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呀？不是来挖客户的吧？文静姐在吗？不在。就算在呀，估计也不愿意见你。是文静姐让我来的。她找你。既然她不在，那我改天再来。哎，真是文静姐让你来的。文静姐，工作室有贵客到访。哟，果然是贵客啊！上来吧。坐吧，反正你也熟。坐啊。昨天那单子谈下来没有啊？对方说还在考虑，不过我觉得那意思还得再请吃几顿饭。基本没戏，现在拼的都是业务。谁还拼酒啊？你卖酒的？你要是觉得你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我只会这个。如果连这行我都干不下去了，就回老家嫁人呗。你看你现在这点出息啊！当初你带着我的客户说走就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啊？活该你天天陪人喝酒，你活该！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实在不行就回我这儿吧。文静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觉得呢？文静姐，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其实我早就知道错了。我不指望你能让我重新回来上班，只要你心里不怪我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招回来之后，就没完没了的每天折磨你啊？我没敢这么想。我还真这么想过，但我韩文静不是这样的人。行啦，过去的事我也不想提了。说白了，咱们工作室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也少不了你的一份功劳。回来以后你得好好干，多挣点钱，把你那苦命的老妈早点接过来。我妈？我那天要找你拼命来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见你在给你妈打电话。哎呀，难得呀，你还有一份孝心，以后好好干啊！文静姐，你是真的让我回来上班吗？对，现在的客户不比以前了，要求比以前高多了。你要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做点培训，培训的费用呢，工作室帮你垫付了。不过特别苦啊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。哼，那就行，回去收摊吧。要是有些欠费啊什么的，你就告诉阿慧，我们帮你垫上了，回头逐月从你工资里扣，你看行吗？行。文静姐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哼哼，反正都要招人嘛，新人不如旧人，咱俩也别煽情了。这有一份合同，你看一下，2年的，咱俩一码归一码呢。做好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文静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背叛你的事儿了。我生是工作室的人，死是工作室的鬼。打住啊！以后在我这不许什么死啊鬼啊的，天年一次罚款500，记住没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早点回来工作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不送啦。谢谢。不怕不怕哦，我不怕不怕啦。他们下个月的报表什么时候送来？稍等，请进。中午请你吃饭。又抢？对啊，感谢你帮我弟弟找到快递的工作，他现在干得挺好的。他还真去了？对啊，他能有个地方上班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恭喜你，中午见。好。喂，你接着说。
领带、衬衣、皮带呢？在你那儿呢吧？我这儿呢吗？鞋，行了，没在这儿呢。你的都齐了。哎，其实我也挺害怕结婚的啊，你说到时候打扮成那样，累得跟狗似的。早晚得有一天豁出去了。哎，你到时候配什么鞋呀？穿着高跟鞋站一天还不累死了？为这发愁呢，平底鞋不够霸气，高跟鞋我受不了，真行。走了，完了，走了，让你走你就走吧。对单子呢？快点。文静，哎，这么巧啊！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巧啊。这是我未婚夫刘岩，我们要结婚了。你不是说他有病吗？啊，我那个吃了你们给我开的那药啊，我好多了。知道你忙，所以结婚就不请你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，谢谢啊。来，你慢点啊。走吧，这么巧哈，在这儿都能遇上熟人。怎么样？刚才我配合的还行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见到他你躲什么呀？这有我在这儿了。协议里是不是说了不许打听对方隐私？哎，对，这太脏了。做皱了我可不管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有熨烫机，做皱了我给你熨。看不出来你也挺细心啊。我还有很多像大海一样的优点等着你去慢慢的发掘。你心情不好，你别逗我。刚才那是孩子的亲爹吧？对啊。欺负你了？怎么呢？我给你报仇。怎么着？觉得我不行？哎，别看他那大个儿，我个儿矮，我告诉你，我腿比他腰还粗。我一会儿我一会儿我撵上他，我告诉你，我到那儿我看见他以后，哎，我就哈，然后我就呀，怎么样？就他，我这腿，我跟你说，就他，我砰一脚，我让他自己上医院给自己看病去，你信吗？就你能说？就一句话，你是不是？你说一个大夫大白天不上班给人看病，你说大街上瞎溜达什么呀？我觉得他才应该进精神病院，你说呢？你说我啊，我说怎么早没发现呀？啊，你这个上来犟劲儿啊，比谁都厉害。那我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呀？这个呀，这个反正要是在别人那儿我不好说，反正要是在我眼里，全都是优点。你是不是贱？你瞎呀？你才看出来呀？哈哈！我笑的有点假。来，借你靠一下。我不靠。来嘛，来嘛。哎，这才对嘛。这就叫塞翁失驴，焉知非福。小北，恭喜你呀，买房子了！耻辱啊！我跟我爸我妈要钱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啃老族那必须是耻辱啊！你也太奇怪了，平时连个窗帘都不拉的人，因为一个落地窗就把它买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特别喜欢它，只是我可能特别想搬出去吧。你是不是觉得在那住着，感觉跟樊斌就一直没离婚呢？在那儿住了那么久，有那么多的回忆，说搬走就搬走。人生啊，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告别。结局婚豆瓣啦？怎么了？怪不得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收房啊？还早呢，现在正在办贷款，手续特别复杂，你们听说过吗？还得要离异证明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天的会议主题选伴娘，你们俩什么意见？什么叫选伴娘啊？只能选一个啊？我的婚礼只要一个伴娘。什么叫你的婚礼只有一个伴娘？人家婚礼好几个伴娘。我结婚我说了算。那不行，你选了王源我不高兴，你选了我，王源肯定不高兴。对的。
韩文静，你是不是心里早有人了？当然了，谁？叮叮叮叮，凭什么？你离过婚不能当伴娘，不吉利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我没结过婚。对呀，你没听说呀？当完伴娘好几年嫁不出去。真的？当然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穿婚纱了。周小北，你别挑拨离间啊！哎，你是没穿过婚纱，万一比穿过好几回的强。韩文静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我们俩一块儿去，要不然我们俩谁也不去。你离过婚，你不符合条件，不怪我。我离过婚怎么了？那你新郎都是假的，那多一个伴娘怎么了？闭嘴！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俩都去吧，多热闹啊！你们俩给我一刀得了。唉，怎么了，文静姐？不开心呀？我走了10几家店里面买到合适的鞋子，不是鞋跟太高，就是鞋跟太低，累死我了。有你的快递哦，好大一盒呢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！水晶鞋，太好看了。怎么样？我男朋友是不是特别有品味？就凭他看上你这一点就知道，这眼光不俗。把婚纱拿过来看。来喽！哎呀 ，perfect， 这简直绝了，太美了。文静姐，你要是穿上这一身儿，那得比白雪公主、灰姑娘都美。哦，太美了！我也想要一双，等结婚的时候穿。你是想嫁鞋呀，还是想嫁人呀？都行。羡不羡慕我呀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啊！假老公真上心，也算不错了。刘岩在这一点上还是挺让我感动的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一个婚礼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要办什么婚礼啊？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这有什么好想的呀？走个过场嘛，应付老人的。看他们喜欢什么样，他们喜欢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。不行，我们是有传统的家庭，要按传统办，规规矩矩的办，什么都不能省。爸，用什么形式结婚那么重要吗？人说了，得按他们老家的方式办。说婚礼一定要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办，还有婚纱一定要穿。他们那一套简直太老朽了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简直封建可笑。那婚礼本来不就是走个形式吗？你至于这么较劲吗？你在哪儿结婚就按哪儿的规矩办。行行行，你别老给我使眼色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和你爸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好不容易就要嫁人了，你得听听我们的意见吧。婚纱都做了，做了也不行，就得按我说的办。要是不按我说的办，这个婚不结了。你就听听你爸的吧。你让那刘岩呐，回去跟他爸爸妈妈好好说说，天底下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儿呢？也不能他们家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？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和你妈呀，本来想让你们在教堂举办婚礼，可是考虑实际情况，已经让了一步。我的要求过分吗？没有吗？那形式不重要吗？形式有时候就是脸面，就是内容，形式不重要。那干嘛那么多人都举行婚礼？亏你还是留过洋的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就是啊，这结婚是两家的事儿，凭什么他们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？那人家也没说怎么着啊，那不跟您商量的吗？没得商量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日期都定了怎么办呀？反正咱们也不急着结婚，如果这件事情谈不拢，那就日期取消，往后推迟呗。真没想到，居然栽在这件事情上了。是啊，我爸说了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就他那倔脾气，估计谁也劝不回来。
我们家老头倔起来，那才叫日月无光呢。他说不按他的方式办，这婚就不结了。那你爸够狠的啊！我妈最多就说不行，把日子往后推推。不能推，刘岩，再过1个月我肚子都大了，我婚纱都穿不了了。我不管，你把你妈妈搞定，要不然我换人了。你别换人啊你！你这合同都签完了，你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咱们俩情况一样，我也愁死了。真行，说我们俩结婚，又不是他们俩结婚，他们着什么急啊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哎，那要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各退一步了。不，乖，退一步，退一步啊！不，乖，退一步。好吧。妈，咱们就退一步不行吗？你们想啊，我是嫁过去给人做媳妇儿的，这还没过门就弄得别别扭扭的。叫我嫁过去以后日子怎么过？这公公婆婆还不天天给我脸色看啊？他敢！哎呀，你要觉得这也不行的话，这婚我是真没法结了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我觉得咱闺女说的有道理。你说这一开始啊，就弄得这么不痛快，这心里肯定有个结。这结婚的形式怎么搞，和结婚的日子那么长久比呀，它毕竟是小事儿，总不能因为这件小事儿把他们俩给搅黄了吧？这不得不偿失吗？那么你说怎么搞？我觉得咱们一人退一步，谁也没吃亏，谁也没占便宜。是俗话说嘛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对吧？弄来弄去还是随了大溜，弄了个不中不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，四不像。哎，你急什么，老头？你听我说呀，你。爸，你们就是不同意是吧？不是不同意，是坚决不同意。行，那你们以后也别着急抱孙子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抱孙子？韩文静怀孕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啊。你不是说你们俩是刚和好的吗？是啊，我们俩早就和好。再说这没结婚就怀孕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我怕跟你说了以后，你说我不守规矩再打我。现在好了，不着急了。我明天一早我就带着韩文静，我上医院，我打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哎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大的事还瞒着。是，真的，我要当爷爷了。什么真的呀？谁拿这事儿开玩笑啊，爸？你要不信，哎，明天我把医院化验单拿出来，我给你看看。这是哎呀，这刚怀孕的人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，不能生气的啊，这样对孩子才好。两家都吵成这样，他好得了吗，妈？韩文静，就您那儿媳妇儿，现在那是产前忧郁症，那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。哎呀呀！这，我说老刘啊，我看差不多行了，别再坚持了啊！现在什么最重要？孙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哎，我说不如就顺着文静的意思吧。啊，好，你们说怎么办，那就怎么办。对的。不过爸啊，文静的爸妈呀，现在还不知道文静啊，所以你们可得给我保住密。这个你放心，这女儿不比儿子，她不告诉也有她的道理。你放心，你妈的嘴严着呢。哎，还是我妈会来事儿。哎，你们俩坐着，我去跟文静说一声。哎，快去快去！哎，告诉她什么都顺着她啊！哎。
我这边已经搞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这边已经搞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不许说搞定。那说什么呀？拿下。游戏。哎呦，去你娘！王源，我手套呢？手套在兜里。哎呀，麻烦死了，非得走这形式。从现在开始不许说死了、倒霉之类的不吉利的话，听到没有？哦。哎，看坏人已经上楼了，王源，来抢红包，小红包，小红包，小红包。多少钱？才100块，不行，才100啊，太少了，就是，咱们这得9999啊！哎呀，哎呦喂，给红包，我这来不及了，开门！哎，你说不能鸡吃点吗你？就是呀，来不及了，小心小心。爸，请您批准。还挺正式的啊。你们拿到了。爸妈，我把文静接走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爸妈，我们走了啊！走了！你说这姑娘嫁人了，我这心里怎么也空荡荡的了。新郎新娘给父母敬茶。跪下，跪下有礼物。哎，慢点慢点。爸，请用茶。好好好。来，谢谢妈。妈，请用茶。哎，再来一杯，快点儿。爸，您再用茶。哎，谢谢妈。再来一杯。没了。没了。酒店呢准备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车在楼下等了，大家到楼下集合吧。哎，按老家习俗就是收黄金啊。嘿，在老家给的更多。那咱们下次去老家再拍一次呗。一次就累死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哎，这边。喂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，这个文件应该昨天就应该到的，今天就应该签完字发回去，可是被快递给耽误了。哎，这样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帮我送过来啊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那我等你啊。哎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哎。
周北，还真换了，当然换了，是我气势。我进那边了。爸，妈，爸，我们俩进去吧。欢迎欢迎欢迎！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高不高兴吧？哎，高兴，高兴得干了啊！早生贵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大连我给个电驴子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觉得他们盯着我肚子看？胡说八道，没事，是我做的是虚的。有点。来，来这边进一下。这是我姑妈。姑妈，姑父，欢迎啊，欢迎！欢迎！我一个。哎，陈哥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给你姐送合同。哦，我姐在那边，我叫她去。哎，不用，那个你就让她忙吧。啊，你帮我把这个合同转交给她，我呢就先走了。哎，别，春哥哥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坐到喝一杯噻。不用了，你让你姐。哎，走，喝一杯，不用了。哎，来喝一点嘛，喝一点，来，这来，春哥哥坐这儿，坐，来，你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不用介绍，我们见过，大名如雷贯耳啊。上次我是手不太方便，这次正式认识一下了。我叫郑远东，你好。来吧，咱们喝一个。是好喝。嗨，来了。哎，这周我得喝真的啊。真的来。地儿真的，当然真的。来，哥几个谢了啊。来，谢了。新快乐啊，早生贵子啊。胖子、玲玲啊，负责那边那两桌，我们负责那边那两桌，全部得喝的啊！必须啊！交给你俩了。你看你，哎，等我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倒。哎，你来了。知道你着急，不然我今天也不过来了。幸亏有你啊，不然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脑子啊，我得先出去一趟，今儿坐一会儿啊。王爷，哎，配合。哦，放心，你选，你忙你的。就是他喜欢我姐姐，不错吧？哎，春哥哥，哎，帮我把杯子递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春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春哥哥，我主要是要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，来喝一杯。别客气啊，一起吧。来，胖哥，一起，来。来，满上。我还喝呀？今儿高兴啊！来，再喝一杯。我春哥哥喝不下就算了，春哥哥，不，春哥哥喝不下就别喝了，不。什么意思啊？养鱼啊？敬酒来啦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大舅，大舅，二舅，二舅，恭喜了，恭喜谢谢你啊，工作当中对网友的照顾。啊，我差不多就得了。你们俩喝上了。啊，王爷啊，把酒帮我抵一下。我去，好，我去，抵点儿。好，好了。好。怎么了？不行，不行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们俩刚才喝的太急了。不用。你自己能走吗？我就是还行。要是再过会儿，我估计我真回不去了。走了。哎，没喝完呢，这还。那我不能送你了，这儿人太多了。你忙你的吧，啊，我走了。你小心点，到家告诉我一声。
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！一辈子有这一次就够了，累劈了我去。哎，你刚才在外边还兴致勃勃的，这怎么回到家蔫了？我想回来数红包来着。那你为什么不数呢？我现在又想睡觉又想数红包，好纠结呀！哎，拿到被窝里边搂着睡，睡醒了再数啊。给我干嘛？还给你了。哎，干嘛？这个洞房花烛夜，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到外边吗？那你要干嘛呀？总得干点什么吧。来吧。哎，你轻点儿。哎呀，真好，韩文静都结婚了，真让人羡慕呢啊！哎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到楼下，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。我用不着你送。啊，胖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跟何春光说什么代表我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你疯了吧？你怀疑我喜欢何春光？我不管，我就感觉我吃醋了。你吃的哪门子醋啊？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你还带他参加婚礼了。就算是我带他去参加婚礼，怎么了？啊，我还不能有个朋友啊？反正我就觉得里面有事儿。哎呦，你祖籍是山西的吧？你那么爱吃醋？对，我吃醋，我也是因为你。你聪明，你漂亮，你能干。我呢，何春光样样比我优秀点儿。那我要是你，我也喜欢他呀。我要是喜欢他，我干嘛还会跟你上床？那就是你还喜欢我？你傻呀你！啊，打疼我了你！你傻！还打！你站住！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又什么都给忘了？你还记得啊？昨天晚上你送我回来的。这个我记得。然后呢？你说呢？你现在不怀疑我喜欢何春光了吧？我昨天问过这个吗？别装了，酒后吐真言，说吧，你到底什么想法？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他喜欢你啊。你有完没完啊你？别说我跟何春光是同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就算他喜欢我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还不允许别人喜欢我了？反正你们成天从早到晚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挺不舒服。要么换个公司得了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换公司？胖子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以前那个胖子哪儿去了？我告诉你，
我就是换男朋友也不会换公司的。王源，你别这么认真行吗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，你胖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怎么是一个没事找事儿的人呢？你赶紧穿衣服走人！不是你别不讲理啊！我不讲理，是我不讲理吗？你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你滚！咱俩冷静点行吗，王源？有什么可冷静的？给你2分钟时间，穿衣服走人。嘿啊！请你以后对一个怀孕的人温柔一点儿。都新婚燕就来上班，真够敬业的。你家里太闷了。你听这什么音乐啊？够古老的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胎教。你听这个歌当胎教啊？我小时候就没听过这首歌，所以我现在9样特产。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了。你才有呢。哎，你说王源找咱俩干嘛呀？我刚让他去酒吧，他死活不去。谁知道啊？抽风呗。哇，脚声好沉重哦。你怎么啦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？哎，昨天晚上又和胖子先生吵起来了啊！真行，还有力气吵架，肯定是喝多了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他从看见何崇光开始就在那儿瞎吃醋，他把人给灌醉了，还说人家喜欢我。不是你们俩这什么态度啊？何崇光本来就喜欢你。对。你们怎么跟胖子一个思想啊？要不然呢？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？吃多了。我们2个是朋友，男女之间就没有纯粹的友谊吗？有，我跟胖子就是，但你跟何晨光肯定不是。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有纯洁的男女之间的友情。那是因为你男朋友太多了，韩文静小姐。我砸死你！哎，王源，你是不是太迟钝了？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男人的直觉挺准的。要是胖子觉得他喜欢你，那估计没错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哪天把他带到酒吧来。我们帮你观察观察。还用观察吗？直接问不就得了？你以为世界是直来直去的，跟棍儿一样？我没问题呀，王源，你敢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行，我哪天就把他带到酒吧去，让你们看个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不行，不能约去酒吧，要不然胖子又该吃醋了。就是因为他要吃醋，我才要带到酒吧去呢，省得回头说我心虚。那要咱们说的是对的呢？你们就不可能说的对。那万一呢？我任凭你们处置。我们俩没什么好处置的。要是说对了，按照胖子的想法，他要是喜欢你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保持距离了？就这么定了。这是第几稿啊？第2稿。你贷款办了吗？办完了。哪儿办的呢？平安银行。你专心点儿。好。我去个洗手间，在我出来之前，你必须看完啊。必须看完。你电话我拿给你啊。谁啊？不知道，一座接。你帮我接一下吧。哦。你好。请问周女士在吗？她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下。是这样，我们店里的婚纱已经做好，想约她到店里试一下。喂？喂？谁啊？保险公司。小北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个急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啊。这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好了好了，来。你就这么从小北家出来了？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对，哎呦，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，哎，我干脆留言打个电话嘛，一会儿过来商量一下。
3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婚纱店的，请问您哪天有时间来试一下衣服？不着急，过2天吧，要不然。下午接电话的是您的先生吗？那恭喜你了，到时候有时间一起来呀。啊。哎，你说你干嘛留我电话呀？你当初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回丽丽看见又该多心了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我送他婚纱还落一身埋怨，你是白眼狼？哎，小北，我觉得你这会儿就应该趁热打铁把这事儿给说开了。你不是心里想结婚吗？这有什么呀？是吧，文静？就是，你看他怎么表态。他要是顺水推舟，那你就结了；他要是支支吾吾呢，你就把他踹了；实在不行，你就把他办了。